2026年7月13號晚，75歲嘅資深電影人施南生離世。當晚，施南生前夫徐克獨自現身養和醫院門口接受傳媒訪問。徐克公開講出施南生4年抗病嘅經過。佢話施南生嘅免疫功能由2022年開始持續衰退，4年裏面從來冇中斷過治療，一直堅持同病魔對抗。2026年病情突然急轉直下，免疫功能嚴重衰竭，身體反覆被病毒感染，誘發全身多器官衰竭，最後離世。訪問入面，徐克多次用堅強呢個詞去肯定施南生嘅抗病意志，坦言佢直到生命最後一刻都冇放棄過治療，全程喺親友嘅陪伴之下平靜離開。同時佢轉達咗施南生嘅遺願，希望大家放低悲傷，坦然接受離別，將思念化成力量。呢次訪問徐克狀態好差，好幾次聲音哽咽，仲出現短暫停頓。施南生同徐克1978年因為電影工作認識，一齊相伴36年。1996年去美國登記結婚，婚姻維持咗18年。作為港片黃金時代嘅核心幕後推手，施南生參與監製、出品、發行《英雄本色》、《倩女幽魂》、《黃飛鴻》系列、《新龍門客棧》、《狄仁傑》系列等等好多經典電影。1980年代，佢加入新藝城，成為新藝城7人組入面唯一嘅女性成員。1984年，佢同徐克合資創辦電影工作室，形成固定嘅合作模式。徐克負責藝術創作，施南生全權負責劇組預算、後勤管理、人員調配、海外發行、商業對接等等所有落地嘅事務。1996年結婚之後，徐克主動提出丁克嘅規劃，對外話自己性格有缺陷，唔適合養小朋友，希望兩夫妻一世都唔要仔女。施南生認同呢個規劃，主動放棄生育計劃，錯過了最佳嘅生育年齡。婚姻維持嘅期間，徐克多次被傳媒影到同助理樂樂互動親密，緋聞傳咗好多年。2014年，63歲嘅施南生主動證實離婚嘅消息，一直對外話兩個人離婚係私人問題，同第三者無關，從來冇公開指責過徐克。佢曾經公開認同徐克嘅女人呢個身份，徐克亦都評價佢眼界長遠，性格樂觀。兩個人離婚之後冇斷過合作，依然一齊打造《狄仁傑》系列、《智取威虎山》等等重量級電影。施南生繼續擔任監製，負責項目統籌、明星邀約、資源對接等等核心工作，被業內視為離婚之後良性合作嘅典範。離婚之後，徐克同比自己細30歲嘅樂樂建立咗穩定嘅關係。港媒多次傳出樂樂懷孕嘅消息，雖然長期都冇官方官宣，但之後行業入面嘅消息證實，高齡嘅徐克已經有咗仔女。業內普遍認為，徐克嘅丁克承諾只係針對同施南生嘅婚姻，唔係貫徹一世嘅堅持。呢件事亦都導致施南生一世都冇仔女。施南生嘅經歷唔係港圈獨有的。香港影壇、樂壇好多資深大佬都曾經公開標榜丁克，說服伴侶放棄生育，等原配錯過生育年齡，失去生育條件之後，自己偷偷打破約定，晚年生仔。一、徐克以性格為理由拒絕生育，只對原配實行丁克。徐克作為香港影壇標誌性嘅導演，幾十年嚟長期對外發聲，公開表明自己唔會生仔女嘅立場。喺傳媒專訪、電影發佈會、行業論壇等等好多公開場合，徐克反覆提起丁克嘅理念，將唔生仔嘅原因歸咎於自己嘅性格問題。佢對外話自己專注影視創作，生活狀態唔穩定，冇責任心同耐心去養小朋友，承擔唔起養仔嘅相關責任，唔想要有仔女。喺同施南生維持婚姻嘅18年裏面，徐克從來冇改變過對外嘅丁克講法，亦都從來冇提過未來有機會生仔。長期嘅言論輸出同生活態度，令施南生確認兩個人一世都唔要仔女嘅生活模式，徹底放棄咗自己嘅生育計劃。呢段時間裏面，施南生將所有時間同精力都投入兩個人一齊嘅電影事業，承擔所有幕後繁瑣嘅工作，
放棄自己嘅生活規劃，完全配合徐克嘅事業發展同生活理念，最後錯過女性所有可以生育嘅年齡。兩個人解除婚姻關係之後，徐克之前堅持咗幾十年嘅丁克理念徹底推翻。徐克同跟咗佢好多年嘅工作助理建立穩定嘅親密關係，生活狀態同婚戀理念出現明顯嘅改變。喺施南生年紀越來越大，身體機能衰退，徹底失去生育能力之後，徐克喺高齡階段生咗仔女，兌現丁克承諾嘅對象就只有原配施南生。相關嘅事實可以確認，徐克嘅丁克選擇唔係自己一世嘅價值觀，只係針對特定婚姻關係嘅階段性選擇。佢唔生仔嘅立場，只係針對同施南生一齊嘅時期。二、爾冬陞勸太太10年丁克，離婚之後偷偷生女。爾冬陞長期擔任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主席，喺香港影壇深耕咗幾十年，有穩固嘅行業地位同公眾口碑。好多年嚟，爾冬陞喺公開平台傳遞自己嘅生活理念，對外話自己專注影視創作同行業工作，冇時間經營家庭、養仔女，營造出唔追求子嗣、看淡家庭生活嘅個人形象。2008年，爾冬陞同從事幼兒教育工作嘅羅曉雯登記結婚。羅曉雯本身有明確嘅生育意願，對家庭生活同養小朋友有完整嘅規劃。結婚之後，爾冬陞主動向太太提出丁克嘅生活規劃，以工作繁忙、長期駐組拍戲，冇時間照顧家庭同小朋友為核心理由，勸說羅曉雯一世放棄生育。喺爾冬陞反覆嘅溝通同勸說之下，羅曉雯選擇尊重配偶嘅想法，放棄自己嘅生育計劃，配合對方嘅生活理念，堅持丁克生活長達10年。呢10年係女性生育嘅黃金年齡段，長期放棄生育，令羅曉雯嘅身體生育機能一年比一年差，慢慢失去自然生育嘅身體條件。2017年，爾冬陞主動提出離婚，兩個人正式解除婚姻關係。之後傳媒梳理時間線同調查取證之後確認，早喺2016年，爾冬陞就已經同圈外嘅女性建立親密嘅婚戀關係，而且呢個女性已經為佢生咗一個女。小朋友出生嘅時間，正正處於爾冬陞同羅曉雯嘅合法婚姻存續期裏面。呢件事曝光之後，公眾可以好清楚判斷，爾冬陞根本唔係天生抗拒生育，唔想養小朋友。佢嘅丁克訴求只係針對原配太太羅曉雯。而家68歲嘅爾冬陞將好多時間、精力同金錢投入個女嘅養育同教育工作裏面。佢為個女請咗3個唔同科目嘅專業家教，覆蓋文化課同素養課程，專門安排科學實驗等等特色教學內容，豐富小朋友嘅成長體驗。同時，爾冬陞制定長期嘅教育計劃，明確規劃喺個女小學階段送佢去海外留學，接受外國嘅教育。相比之下，羅曉雯離婚嘅時候年近50，已經徹底錯過生育年齡，生理機能唔支持生育，永遠失去做媽媽嘅機會。呢件事引起香港社會嘅關注，香港婦女權益團體針對呢件事公開出聲，點名批評爾冬陞嘅行為。3. 譚詠麟公開承諾一世丁克，偷偷婚外生仔，認祖歸宗。譚詠麟係香港樂壇嘅資深藝人，出道超過幾十年，長期活躍喺演藝一線，有極高嘅行業地位同公眾知名度。幾十年嚟，譚詠麟多次喺訪問、綜藝節目、公開活動裏面表明自己嘅丁克立場，對外宣傳自己為咗專注演藝事業，主動放棄生育，一世都唔會養仔女，長期維持冇仔，專注事業嘅公眾人設。譚詠麟同原配太太楊潔篪喺佢事業起步嘅階段認識，楊潔篪長期擔任譚詠麟嘅個人經紀人同財務負責人。幾十年裏面，楊潔篪全程負責譚詠麟嘅工作行程安排、商業合作對接、個人資產打理等等核心事務，全力輔助譚詠麟嘅演藝事業發展，幫佢積累好多個人財富同行業資源。兩個人認識相處嘅初期，譚詠麟主動同楊潔篪達成丁克約定，明確話私生活同仔女會干擾個人事業發展，鄭重承諾一世唔生育。
楊潔薇為咗配合譚詠麟嘅事業，遵守兩個人嘅約定，徹底放棄生育嘅想法。15年相處嘅時間裏面，楊潔薇多次懷孕，都喺譚詠麟嘅勸說之下終止妊娠。反覆嘅人工幹預令佢嘅身體受損，最後徹底失去生育能力。1990年代中期，譚詠麟同一個年紀細自己近20年嘅歌迷朱詠婷建立私人親密關係。呢段關係全程都係隱瞞狀態，對外依然維持之前嘅丁克人設，冇向公眾、傳媒同原配太太透露任何信息。1996年，朱詠婷為譚詠麟生咗一個仔，取名譚曉峰。相關嘅生活畫面被香港娛樂傳媒影到曝光。譚詠麟隱瞞咗好幾年嘅婚外關係同生仔嘅事實正式公開。件事之後，譚詠麟主動同楊潔薇攤牌，提出用名下幾十億資產作為補償，換取楊潔薇認可私生子嘅身份，同意個仔正式認祖歸宗。2006年，譚詠麟嘅爸爸離世，家族喪事嘅訃告裏面，直接刊登咗孫仔譚曉峰同朱詠婷嘅姓名同關係信息。由呢一刻開始，譚詠麟唔再隱瞞婚外關係同私生子嘅存在，徹底打破堅持咗幾十年嘅丁克公開人設，正式對外公開全部事實。面對傳媒同公眾嘅質疑，網絡輿論嘅爭議，譚詠麟只係公開話對兩個女性心存愧疚，冇推出任何實質性嘅補救措施，亦都冇調整自己嘅生活模式。經歷情感破裂同承諾失效之後，楊潔薇選擇脫離所有娛樂圈事務同世俗社交，專心潛修佛學，長期住喺香港郊區寺廟附近。2008年，楊潔薇正式完成削髮手續，出家修行，徹底割捨同譚詠麟幾十年嘅情感關係同生活經歷，一世獨居禮佛。相反，譚詠麟公開承認個仔嘅身份，長期陪伴私生子成長，主動扶持個仔進入娛樂圈發展。呢件事冇對譚詠麟嘅事業同公眾形象造成長期嘅負面影響。之後，譚詠麟曾經喺節目裏面提起，同時維持兩段親密關係嘅生活狀態有壓力，唔建議其他人模仿。但佢一直冇就違背丁克承諾、傷害原配嘅行為作出正式道歉。施南生、羅曉雯、楊潔薇三個女性嘅人生軌跡高度重合。三個人都係年輕嘅時候相信伴侶嘅丁克承諾，主動配合對方嘅事業同生活規劃，放棄自己嘅生育權利同個人人生規劃。三個人都為伴侶嘅公開承諾作出讓步，犧牲自己嘅家庭規劃，將時間同精力投入伴侶嘅事業裏面，最後錯過最佳生育年齡，永遠失去生育條件。而徐克、爾冬陞、譚詠麟三個港圈資深男性，行為模式高度統一。三個人都曾經喺事業穩定嘅階段，公開向原配許下丁克承諾，明確一世唔生育嘅立場，說服原配放棄生育。等原配年紀越來越大，徹底失去生育能力，唔可以再有後代之後，三個人先後打破親口許下嘅丁克約定，同其他女性建立親密婚戀關係，仲順利生仔女，完成傳宗接代嘅個人規劃。三組真實嘅經歷呈現出客觀統一嘅行業規律。部分男性嘅丁克承諾唔係貫徹一世嘅固定人生選擇，只係符合自己當下階段狀態嘅臨時規劃。丁克承諾嘅生效時限完全取決於個人想法嘅變化，只係喺自己暫時冇生育需求，唔想要子嗣嘅階段生效。一旦個人想法改變，產生生育需求，之前嘅丁克約定就會直接作廢，冇任何約束力。而選擇為呢類承諾妥協嘅女性，會被動錯過人生關鍵嘅發展階段，生理機能嘅衰退係不可逆嘅，一世都要承受冇辦法彌補嘅人生遺憾。好了，以上係今期嘅內容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